台中市长罗秀燕关心到偏乡的教育，专工到台中徛上悬的学校，梨山的国中小来推动到这个学校的智慧化，嘛来实现到班班有平板的电脑，要互遮将做上界有特色的幸福小学。 国中部学生现场，泰雅族的歌结合现代 jazz 歌和传统原住民的歌谣，透过使人感动的歌曲来迎接贵宾。学校这么努力，孩子这么努力，我们的这个市政府更要努力。和学校对着科技脚步，补助梨山国中小158台行动平板，和每一个班级拢有平板的政策。罗秀燕嘛亲身来到班级观察教学现场的运用进行，嘛提醒囡仔使用平板时间就要窄。 目睭较袂嗨起。设施设备的经费呢，我们也改建了司令台，把它变成一个学生可以灵活使用的大地舞台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做了耐震补强。除了硬体建设的部分，普德茂中心整建，提供学生更加舒适、安全的运动环境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 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